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。3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无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。3，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；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2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3点，一个人如